这时请大家做伙来同心祈祷。请阮的天父上帝，主啊，恳求你圣神来到阮的中间掌管，互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当感受到上帝阳光的同在，互每一个兄弟姊妹今日当专心敬拜，将一切看路重担放伫主耶稣你的手，会当专心听你的话，得到真理会真正的了解，甲生活中间会当结连做伙。主，阮有愿意来顺服你的心，照你的话去行，互阮一生行着你的路，无论顺境逆境，拢无离开你。互兄弟姊妹会当享受主你的同在，有平安喜乐，有快乐来行头前的路。主，阮同心祈祷伫你的面前，乃是奉靠主耶稣圣尊名求，阿门。毋知大家有这个经验无？你去菜市场买菜，拢会买一斤偌济，对无？啊，是讲你买 iPhone 手机啊，你会看什么牌子的，会比介绍无？会啊，什么牌子的，什么时期的，咱拢会比较。但是呢，我毋知你有即款的，将家己的囝儿甲别人比无？哇，因兜吼足乖的，你看你无乖，伊拢第一名，拢袂晓读册，捌比较过无？最近我读一本册，伊讲哦，这册名讲教导要怎样啊？要安怎啊？这本册内底伊写吼，讲咱的囡仔是人，毋是产品，是上帝手术的礼物的，这毋是你会当拣的。上帝真设立创造每一个囝儿，将这个宝贝交伫咱的手，是独一无二的人，毋是产品，是礼物，因为是上帝手术礼物，所以毋是你去拣的。要知影，毋通将这个产品互相比较。上帝知影用什么礼物送互你上好，因为是全能的主宰。我做青少年牧师吼，我感觉青少年上界受伤就是你用比较。你唱歌真好听，你安怎？用比较，毋是用鼓励啊。上帝手术咱父母有一个礼物，就是你的囝儿。圣经嘛有写，咱的囝儿是上帝手术的产业。但是呢，这是礼物，毋是你会当去选，毋是买物件咧。我要这项，我要迄项。我真厉害，选到这项，毋是呢。上帝上了解你的处境，所以将这个礼物送伫你的生命中间。但是咱时常来比较啊，你较好，伊较好，伊较歹，用成绩来评判这个世界。所以我做青少年牧师、儿童牧师嘛，差不多转来成年教会在当啊，就是进伫儿童甲青少年中间。我感觉现代青少年甲儿童是无共款，咱要怎样来引传伊的生命？头一项来引传教导陪伴咱的后一代。撒母耳吼是几岁去圣殿内底？圣经无写，长年了后，注解册真济是写讲5岁，嘛有讲是青少年的年纪10几岁，无写几岁。但是吼，你若有细囝吼，对细汉送去美国读册、留学，安尼好无？你会烦恼袂？会啊！你知影，撒母耳送去圣下伊可能只有10几岁。我读圣下伊是20几岁哦，但是伊是细汉的时就送去圣殿，互这上介好的宗教领袖、大祭司以利，甲伊帮赞训练。你也知影哦，这是真好的训练啊！你莫看以利吼，目睭无好，无明，看袂清楚。
但是伊照上帝话，甲有持帮助伊信仰的去做咧。教会，什么是教会？就是你甲我，就是咱的家庭啊。咱的家庭要好好引带咱下一代，陪伴因的信仰的成长。教会存在意义，咱的家庭有真好的使命，就是帮助咱的细囝去做伊的信仰。第二项，咱来引带，互因听到上帝话，经历到上帝，听到上帝话啊！你知影撒母耳哦，伫圣殿中间3摆上帝愿意出声，伊拢毋知影。撒母耳啊，撒母耳啊，讲3遍，煞尾伊才甲讲啊，上帝甲你叫啦，紧去应啦。你知影即摆青少年吼？也是儿童，咱有一项真重要的任务，就是互伊认捌上帝。撒母耳毋捌上帝，毋捌听过上帝声音。伊虽然有伫圣殿服侍，但是毋捌上帝呢。真侪人要求青少年儿童讲：你爱服侍，你爱创啥创啥，这毋是上界要紧的。上界要紧。是互因着经历着上帝话，听到上帝声，听到上帝声有重要无？有啊，因为对听开始，听就是会当回应，建立亲密的关系啊。咱跟囝儿有亲密的关系，是咱伫对话中间，咱在帮助伊的中间。其实撒母耳会当听到上帝话，是伊开始甲上帝有关系啊。大圣歌对唱歌有好听无？赞！但是你认识的是有听边仔人唱歌无？真专心地，毋是家己学要唱咧。边仔人安那唱，我小可听一下，对无？毋是家己咧唱咧，你是合唱团咧，是圣歌队咧，毋是家己咧唱诶。啊，看指挥无？有无？有看指挥无？啊，咱性命指挥是啥物人？是咱的主耶稣基督啊。有看谱无？有啊。啊，是拢背起来，我毋知。听有重要无？咱的囡仔，咱的细囝听到爸母的声，甲上就是开始建立一个关系。撒母耳毋捌上帝，圣经写毋捌上帝哦，但是听到上帝声了，甲上帝开始有亲密的关系。真侪人一生吼，甲上帝无关系，共款伫服侍，这是真危险的代志呢。你咧唱歌时，你咧服侍时，你咧敬拜时，你甲上帝无关系，你的敬拜只是唱歌。你甲上帝有好的交陪无？你是上祈祷嘛？你有亲近上帝嘛？撒母耳当听到上帝声，伊开始改变伊的一生啊！我做青少年牧师，嘛做过儿童牧师，我感一项真重要的代志，就是将这细囝、青少年训练伊、帮助伊，甚至我。请有属灵文书的人替因祈祷，恁祈祷的中间，伊讲哇，嗨，真厉害！这人知我心内底代志，透过这人的服侍，伊讲上帝知影我的心思呢，上帝知影我的意念呢，上帝知影我的缺点呢，上帝知影我的问题呢，甚至上帝提醒我应该改变的所在，我的目标应该修正的所在。若无听到。伊甲上帝无开始建立关系，当然咱会当读上帝话啊，读上帝话就是建立甲上帝关系，这是一定的啦。但是阮要用尽一切办法，就是帮助这细囝、青少年会当认捌主耶稣基督，认捌上帝，这是上界要紧的代志，毋是好势。第三项，我要讲就是讲需要帮助
咱来诚做细囝的模范啊！无论你用讲的，也是家己本身诚做模范。你所做所行，啊，诚做因的模范。今圣经所读中间，以利有最好的模范无？无呢。以利有真侪问题呢？有啥物问题？咱最近有看撒母耳无？咱教会最近读圣经读啥物？撒母耳上悬啊！你有读的野手？哦，是卖野手哦。你逐家讲要读圣经，逐个你拢咧创世纪，我拢甲你无共。以利是一个大祭司，伊是个宗教的领袖，伊的两个囝做歹。上帝透过百姓甲以利讲：“你的囝做歹。”伊嘛知。上帝透过先知甲启示讲：“你的囝做歹。”伊嘛知。第三遍透过囡仔撒母耳甲伊讲预言哦，上帝要审判以利的家啊，这真严重呢。为什么？因两个囝，以利无教好吗？有管家嘴底下讲，但是无改变。祭司甲这会幕外口的门骹口妇人人行奸淫。祭司人献祭吧，还未献的时就抢过来，这是亵渎上帝呢。但是以利有管教无？有啊，有甲骂骂尔。我有听讲你真歹哦，袂当安尼哦，安尼有效无？就是一定爱讲啊。但是主要是伊的内心，伊看重上帝，还是伊的囝儿？因两个后生较重要，还是上帝话较重要？照你讲，爱甲停止做祭司的这份呢？祭司袂当做。你若看重上帝，我讲你应该甲你的囝讲，我是大祭司，你是祭司，惊这一切无好的所在，马上爱停止做一个祭司的这份呢。但是伊有安尼去做，无啊。咱伫教会服侍有一项真重要的代志，就是咱爱帮咱的教会以外，厝内底咱的家庭、咱的囝儿，是上帝手术上好的礼物。这礼物应该毋是诚做你的大问题，原底是祝福。但是有当时咱出一寡差错，咱无好好来帮助咱的囝儿信仰的起做。箴言22章第6节，伊讲教导这儿童行正路，对这细汉到老，一生拢袂忘记。那知影这教导原文意思有这 training 训练的意思。你有训练你的囝儿无？啊，有人看到青少年来讲，咱去参加夜会嘛，来，带祈祷。无事我袂晓，我讲你毋是祈祷到家庭，你袂晓祈祷，食饭祈祷就袂晓。这毋是送来教会训练的，这应该是你厝内底就爱教呢。有读圣经无？读圣经数学较重要，英文较重要，毋是安尼吧？咱爱训练栽培咱的细囝，互因信仰起做。这社会真侪引诱咱的青少年甲儿童啊！你即摆无好好教，就互别人教，互网络教，互其他同学教。有一寡人甲我问牧师诶，伫教会囡仔哪会变安尼？我讲一礼拜中间只有2点钟伫遮，你要期待什么？加3点钟，早起9点做礼拜，到12点就结束。小组时间拢加起来只有3点钟。你要仰望你的细囝信用安怎去做，你就要温困帮助伊。伫厝内底爱教1/3的时间8点钟咧困啊，8点钟搁伫学校，剩的时间你算看觅无几点钟。
一天无几点钟会当使用，咱来帮衬。咱细囝，咱是讲爱学这运动的时候，细汉是送去游泳啊，可能过一阵啊，20几岁会晓游袂？赶快会晓游水啊！细汉家教，一世人拢袂记。你带囡仔唱歌、唱诗歌，永远拢会记呢。你帮助伊信仰，用上帝话解鼓励，甚至你家庭中间时常在讨论信仰的代志，真做伊一生的帮助。第四项，有上帝同在青少年。撒母耳渐渐大汉，上主甲伊同在，上主甲伊同在，上帝甲伊同在，伊所讲的每一句话拢实现啊！伊听到上帝声，开始一个先知的职分，上帝甲伊同在，伊甲上帝有好的关系。即马青少年呢，我伫少年教会这个时间，我看陪伴因的时间，伊可能对国校、幼稚园渐渐大汉，然后咧愈来愈大汉，才做青少年，有上帝同在无？我有一摆听到有人甲我讲，牧师啊，我带阮青少年去参加一个其他。毋是咱教会办营会，去参加其他的营会。每一间教会做伙吼，别间教会做惊一条，讲你的青少年怪怪。我讲怎怪怪？早起来就伫遐读圣经祈祷，别间教会拢在困。我讲这青少年无共款哦。伫成长的过程中间，若有上帝同在时，伊外在表现应该是无共款。是敬虔的，是听主上帝，是愿意服侍。伊甲牧师讲：“牧师啊，咱做伙来传福音。”那牧师啊，咱做伙来引传别人信耶稣。牧师啊，我要去读某某高中，还未去进前，我会当为着这间学校属灵的方面来祈祷无？我真正惊一条啊！牧师啊，我来复兴这高中小组好无？我讲，我敢毋听毋着，比我较热心的。有上帝同在，会无共款。怎样咱的囝儿会当有上帝同在？我做青少年儿童时间这段时间，我有5个体会。头一个体会就是父母信仰的责任啊。申命记第6章第50到第90讲。尤其是第7节讲，温困教导你的囝儿啊，无论伫咧厝诶，还是厝外休困，咱个温困无？拄仔我有讲，这社会真侪隐忧的所在，真侪问题啊！你若无教，你若无家己教，就互别人教，互这个社会教，互这个媒体教，咱爱真。温困帮助咱的生囝，这是做老爸老母的责任啊，毋是阿公阿嬷哦。你知影无？以利真热心服侍无毋对啊，但是呢，伊的徒弟仔叫撒母耳，撒母耳甲伊的老师共款有家庭的问题啊。伊无好好管教伊的家庭，我相信伫咱教会，咱来做咱父母信仰的责任。做老爸，伊有所书第6章第4节讲，做老爸老母，毋通这个囝儿受气啊！你莫去掠伊受气啊！用主的教示来帮助伊。其实我嘛有即款经验啊，我的囝儿，我查某囝后生拢是青少年啊。有当时咱咧对话中间会生气袂？真正火大哦。有当时拢变叫，对无？因为少年仔讲话较无思考。
生气就哇啦，安尼做咧老爸老母的，可能嘛无法度对无？真无简单啊！你啊，咱咧生气的时，毋通袂记，爱用主的教示来帮助伊，毋是甲骂转去。我有听青少年讲吼，爸，牧师我无爱读圣经，我说为啥无爱读圣经？因为我老爸老母拢用圣经甲我骂啊。我读圣经要读到要气到要死，我读。莫掠你的查某囝后生受气啊！爱用上帝话甲优持，爱甲鼓励啊！用上帝话为伊带导啊！所以第二项爱听囡仔内心的话啊，毋是表面哦。比如讲，伊甲你讲啊，爸爸，我最近安怎，安怎，是住伫南部嘛，对无？伊最近吼真无闲啊，创啥，其实表示讲，请你关心啦。啊，搁安那无钱啊啦，请寄来吧。咱爱听囡仔内心的话。雅各书第1章19节讲：我亲爱兄弟姊妹啊，我随时来听别人的意见，毋通接紧就来讲，毋通生气。咱做爸母的会呢，我是做人老爸老母的嘛是会啊。哇，就生气，当，一定会啦。但是毋通袂记，先冷一下。毋通马上讲，爱听伊讲，毋通生气。啊，你生气免啊？紧去祈祷啦！我有当时足气的，气啊要死死，咪去房间祈祷。祈祷有效咧，帮咱互咱心会当平静，个咧帮咱听到上帝声。上帝帮助你，会启示你，每一个人的囝儿。拢无共款，毋是每一人拢用共款方法甲应对呢。当你听到上帝声，你就知影怎样用上帝话帮助你家己囝儿啊。第三项，青少年这儿童需要做伙的同伴。咱参照提摩太后书第2章22节，爱叫这青少年做伙读圣经，做伙祈祷，做伙追求啊。恳求上帝帮助，互即群人会当做伙追求正义、信心、疼心甲和平。一个青少年读圣经，可能2礼拜、3礼拜过会使，一个月就会花去啊，无想要读。一群人做伙读圣经，做伙祈祷，伊的信仰才会久久长长啊。伫青少年，阮就是帮助这青少年会当组织做伙，互这热心追求的人，互因信仰拉高天。你知我捌听过有一寡老爸老母甲因囝儿讲吼，你去班上吼爱找迄项上后读册，坐伫伊边仔做伊好朋友，你成绩会较好。敢会无一定啊？咱应该是。鼓励咱的教会兄弟姊妹，咱的世界，互伊这热心追求的人做伙啊，做伙认捌上帝，做伙祈祷，做伙读圣经，做伙传福音。第4项，咱来为后一代、下一代来带导。你知影我做牧师吼，有当时咱徛喺外口做招待嘛，迄青少年老爸老母看到我吼。行来教会头前咧说hello的时候，因的面拢写 I'm sorry， 就歹势，因为阮囝都无来。啊，牧师就歹势，我孙都无来。其实吼，我心内底比你搁较艰苦，你毋通讲 I'm sorry， 这毋是只有你的问题。我甲你请安。关心你的囝儿，毋是要责罚你，毋是要要求你，毋是要甲你骂啦。看到我毋免烦恼啦。其实因无来教会，我比你搁较艰苦咧。
咱真做一个父母，也是拢阿公阿嬷，咱看到咱孙无来教会，其实咱当然伤心啊，咱流目屎啊。但是毋通失去愿望。圣经安怎写？路加福音18章第1节讲：爱常常祈祷，毋通灰心啊，毋通失望。咱的生命中间，祈祷毋通灰心失望。我当然知影你的困难，每一个老爸老母拢有每一个老爸老母的困难。但是有一项代志，当咱为着咱的细囝来祈祷时，你祈祷到无气力时，毋通忘记圣神会通帮助你。罗马书第8章26节，讲咱的软者有信心的帮助。咱毋知要怎样来祈祷，但是圣神用语言袂当表达，吐气替咱来恳求。你有当时祈祷到灰心吗？灰心丧志吗？祈祷到无气力吗？无要紧啊，向上帝来祈祷，求圣神来帮助。甚至咱的方言祈祷的时，你会当方言祈祷。咱祈祷的时是求上帝帮助，千万毋通灰心累志。你要伫上帝面前来恳求，迫切恳求，你要知影，这是上帝送予你上介好的礼物，毋通失望。有当时咱看到一寡家长讲啊，牧师，我看到这祷告时光，我照迄祈祷，我的囝儿一定改变，无一定的。别人的祈祷书甲你无关系，你要对信心来领受，对上帝的话语来帮助你的囝儿为着因祷告。因为每一个家庭的状况无同款，每一个上帝小事咱的礼物拢无同款。当你祈祷时，你要有信心伫上帝面前恳求，上帝在听候，咱做伙来同心祈祷。让阮的天父上帝，主阮来到你施恩宝座面前来祈祷，因为你是听阮祈祷的上帝。阮这时就伫你面前，用阮的心灵来敬拜你，求你的话入去阮的心内，帮助阮，收拾阮气力，互阮的囝儿会当听到上帝声，经历到上帝同在，互伊人生无怀疑，互听到上帝话，互伊生命有气力。主，阮知影有当时阮灰心累志，但是在你上帝无恶正的事，阮仰望你，我靠你，求你信心恩愿出声，奉靠主耶稣圣主名求，阿门。